过来消息来看，台中市北区的梅川东西路的人行道，目前的时间民众只好行伫车道。这个人行道是建商刑富法为了换大楼的量集奖励，向市政府领用的。目前是规定讲，伫建案取得使用执照进前完工就会当也毋过民众是真怨叹讲，按照目前的进度，恐惊要搁2-3冬，这个人行道才会当行。中起人行道目前阁是一片大工地，堆满了建材甲废弃物，不过拢看无工人伫施工，行人经过者必须要行伫车道上，看起来相当危险。车有时候会停在这边，那如果我们人要走过去的话，有时候很容易被车撞到。而且就无得行，危险啊！即摆迄边也未行起来啦。大家行这边来，小对冲咯，咱前来嘛你闪无车过。台中市北区的梅川东西路，目前正伫进行人行道中建的工程。民众认为行人无地通行，会使讲是行人地价。当地里长嘛表示，工程为去年10月进行到今嘛拢还未完成，进度实在伤慢。这一阵子你看，这个将近1个月、半个多月、1个月下雨，它是完全都没办法施工。这个人行道工程是由新复发建设任用中建。原来外出其他建案的人质奖励，目前有2个路段，总长超过2公里。依照台中市府现在规定，任用人行道只要伫建案处理使用执照进前完工就会使啊。不过民众质疑，安尼人行道可能必须要搁等待2-3年才会使来通行。都发局将函请新复发建设公司加速完成人行道改善工程，施工期间加强工区的安全维护措施。二工伫吊臂牵着台中这份轨道意外，市府勒令新复发这件建案必须要停工。近日新复发来申请复工，不过市府要求所有其他工程单位来审核认证，未来建议同意复工的申请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